这站发生伫早起7:58，花莲规模7.2的大地震是海甲真热力，而且海超过1分钟，全台湾拢有感觉到。上大震度是伫花莲和平有6强。了后呢，佫发生几若届的地动尾，亲像伫8:11的时，就佫发生一站地动尾，而且嘛是海甲拢有感觉。目前台北捷运、机场捷运、高铁、台铁拢已经暂时停止营运，而且伫花莲市区北边街一栋5层楼的建筑物受这个大地震的影响，规栋建筑物已经起去，目前知影3楼的住户有走出来。咱来看伫花莲市区这5层楼的大楼建筑物，因为地震，这栋白色的建筑物规个起去，主要是因为这条啊断去了后，规栋大楼起去。啊，毋过无确定讲敢有人掉伫内底，有现场看到有一个阿伯走出来。目前这场地震真严重，所以台北捷运、机场捷运也佫有真侪，亲像高铁、台铁，拢已经暂时停止营运。也若台北捷运甲机场捷运会先暂时停1点钟，先来检查铁基路敢有受到损害。即届地震，全台湾拢有明显的感受。高雄捷运嘛表示，因嘛已经暂时停止营运停驶。这站地震的强度和9.1大地震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后续有可能会佫有发生地动尾。乡亲这几天拢爱细字。